迎大家收睇沙中拉近你。今集嘅我水船澳村全因會羅姑娘。今集嘅背景音樂係咪好特別呢？因為今日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好特別嘅嘢啊！喺今集節目開始之前，想同大家玩個小遊戲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得呢啲香港嘅產物呢？相信大家都唔會對以上嘅嘢感到好陌生，而佢哋正正就係一啲遊客對香港嘅印象，所以唔係咁多關子啦。今集羅姑娘會跟住互聯網上嘅遊客推介，帶大家睇下一啲平時唔起眼嘅特色嘢，感受一下本地文化、地道情懷。講住咁多先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出發啦！第一站就會帶大家去深水埗。深水埗屬於一個新舊文化交融嘅集中地，舊嘅有歷史建築、馳名餐飲老店、墟市地攤等，新嘅有潮流玩物、電子產品、服裝配飾等。行下就見到呢一間鋪頭啦，門口放咗一個80年代日本品牌吉祥物佐藤子。一行入去就好似搭咗時光機咁，翻咗去舊陣時嘅香港啊！呢間鋪頭主要收集來自70-80年代嘅精品，例如特色印刷品、舊電影長刊同雜誌，同埋當其時流行嘅玩物。當時正值香港流行文化最輝煌嘅時期，靜雞雞話俾大家知，入面仲有好多羅姑娘未見過嘅精品啊！真係大開眼界啊！原來呢間鋪頭隔2條街啊，仲有一間分店添。不過呢間鋪頭主要集中係售賣一啲中古相機、電影海報同埋卡通玩具等等。如果係好喜歡懷舊精品嘅朋友，真係好值得嚟睇下㗎。一路睇，順便一路認識下舊香港。我哋繼續朝大南街方向行。大南街係以文青集中地而聞名，有唔少嘅咖啡店、老細店，仲有唱片潮物店。平時仲會有本地藝術家舉辦畫展添。冇錯，相信大家見到門口呢隻佐藤像，就代表我哋到達咗目的地啦。一入去又係另一個風味，係懷舊嘅童年回憶啊！80年代嘅日本影音產業絕對係陪伴香港人成長，呢度賣嘅係一種童年嘅回憶情懷。喺入面真係去咗一個平行時空咁，樂而忘返啊！唔係個肚提我啊，我都唔記得咗夠鐘食飯啊！香港嘅飲食文化入面，茶餐廳真係唔可以唔睇啊！哦，原來到咗下午茶時間，羅姑娘叫咗個番茄午餐肉通粉，加一杯熱奶茶。再睇下呢個餐牌，列出晒最前面嘅香港茶餐廳名菜，仲有啊，濃濃嘅糯米火腩啊！食飽之後，第3站嚟到旺角朗豪坊，冇錯啦，我哋又見到佐藤像啦。呢間嘅氛圍又有少少唔同啦，呢一間就係比較新潮嘅日本精品店，入面竟然有頭先見過嘅日本卡通周邊，同埋懷舊嘅擰蛋機。再行落一層，見到呢堆巴士站，我哋到達咗呢間巴士模型店。雙層巴士就係香港嘅特色交通工具之一，仲見到有熱狗巴士添，真係經典啊！
睇完巴士模型之後，我哋行過少少，去到618上海街。呢一間鋪頭主要售賣嘅產品係香港製造嘅，有駱駝牌保溫杯、祝君安好毛巾等等。最後羅姑娘俾呢個足球公仔水壺吸引咗啊！好可惜，嗰條肩帶太短啦，帶唔到佢返去啊！考下大家先，知唔知呢部係咩機呢？等我開估啦，佢係一部舊式嘅磅重機啊！磅完重就會有一張圖畫卡印住你體重嘅數字，又聲又有畫睇。好可惜當日嗰部機壞咗，冇得試玩。之後我哋坐上1號巴士去尖沙咀買手信。哇！真係唔行都唔知，而家啲手信咁靚啊！又有地鐵站磁石鐵、鎖匙扣，又有模型車。睇完之後，羅姑娘都好想買啲做紀念啊！最後一站，我哋行返去廟街。去廟街最緊要就係夠夜先夠熱鬧啊！行到肚餓仲可以買啲小食醫下肚添。羅姑娘當日就唔餓，不過就見到有啲打卡位啊，睇下啲櫻花，真係幾時都咁燦爛啊！見到咁多遊客都喺度打卡，羅姑娘都唔執輸，去影埋一份先。節目又嚟到尾聲啦，今集嘅遊記又令我認識咗舊香港嘅另一面。任何事物有一日都會有機會成為經典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見到一啲千奇百趣嘅精品，不妨又可以話俾我知啊！今集介紹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啦。